青少年班、儿童读经班的表演。播放清单里面，影片缩图要调整位置，是进入自己的频道媒体库，然后找到播放清单进来。有没有看到缩图左边有等于符号？做数学题目那个等于符号，然后把它按住那个等于符号，那边长按可以上下移动，然后大概知道在几号，这个有编号，有排顺序的，大概知道是在几号。这跟开班有关的社区读经班还是儿童读经班？有没有？日照读经班是儿童读经班啊，或者社区读经班都对的，都可以参考。